86歲嘅謝賢摘低咗陪伴佢大半生嘅黑超。嗰一刻，全場靜晒，鏡頭推近，所有人先發現呢個縱橫香港娛樂圈幾十年，見慣風浪，見慣生離死別嘅男人，竟然紅咗眼，眼淚沿住面頰流落嚟。佢唔係因為自己老，亦唔係因為身體衰弱，而係因為台上嗰個17歲少年講咗一句令全場震動嘅說話：我今日最想感謝嘅人係我媽媽。少年企喺聚光燈底下，冇先多謝主辦方，冇多謝工作人員，冇講任何標準答案，佢只係望住台下嗰個女人，嗰個陪佢走過10幾年風雨嘅女人張柏芝。台下嘅張柏芝原本仲保持住明星應有嘅優雅，但聽到兒子開口嗰一刻，所有堅強全部瓦解，眼淚控制唔住咁流落嚟。佢用手掩住嘴，肩膀微微顫抖。15年，整整15年，外界見到嘅只係一個曾經光芒萬丈嘅女明星，但冇人真正知道離婚之後嘅張柏芝究竟點樣一個人撐起3個孩子嘅人生。曾經有人笑佢，有人質疑佢，有人話佢靠孩子博取關注，有人將所有流言蜚語一股腦推向呢個女人，但佢從來冇公開反擊，冇喺孩子面前講爸爸一句壞話，冇要求孩子站喺自己一邊，佢只係默默做一件事，照顧好3個孩子。生日佢陪，病咗佢守，學校活動佢去，凌晨3點孩子發燒抱住去醫院嘅人永遠都係佢。有人話單親媽媽好辛苦，但真正辛苦嘅唔係1日2日，係10幾年如一日，冇人接班，冇人替你休息，冇人問你攰唔攰，而謝賢就係睇住呢一切走過嚟。所以嗰晚，當佢望住台上個孫仔，佢終於忍唔住，因為佢見到嘅唔止係一個攞獎嘅少年，佢見到嘅係一個女人15年嘅付出。終於有人替佢講出嚟。有人話謝賢點解咁疼張柏芝？明明謝霆鋒先係佢親生仔，但謝賢嘅答案其實好簡單：我有眼睇。佢睇到嘅係張柏芝抱住孩子，一個人行過風雨；睇到嘅係佢為咗孩子放低自己事業高峰，亦睇到另一邊，謝霆鋒曾經追求自由，追求愛情，追求自己想要嘅人生。冇人話佢冇付出，但有啲缺席唔係錢可以補返，因為孩子需要嘅唔止係安排好嘅未來，仲需要一個人喺佢需要嗰陣時企喺身邊。而嗰晚台上嘅謝震軒就用一句簡單嘅說話，令所有人重新認識呢段謝家往事。佢冇怪爸爸，冇控訴，冇怨恨，佢只係用自己嘅方式向全世界講：媽媽，呢15年你辛苦啦。而呢一句話亦令謝賢摘低黑超，留下咗多年未曾示人嘅眼淚。但故事真正嘅開始唔係呢場頒獎禮，而係15年前張柏芝同謝霆鋒分開之後，一個女人點樣獨自撐起整個家。如果你想知道點解謝賢會企喺張柏芝嗰邊，你就要先明白一件事：謝賢睇人從來唔係睇表面，佢唔係睇邊個最紅，唔係睇邊個最有名，更加唔係睇邊個可以令自己個仔開心，佢睇嘅係邊個真真正正守住咗個家。當年謝霆鋒同張柏芝結婚，其實謝賢一開始非常欣賞張柏芝，因為喺佢眼中呢個女仔雖然年輕，但有一樣嘢好難得，就係肯承擔。嫁入謝家之前，張柏芝係萬眾矚目嘅影后，身邊追捧佢嘅人多到數唔清。但結婚之後，佢慢慢由鎂光燈中心走入家庭，有一個被人照顧嘅女人，變成一個照顧3個孩子嘅媽媽。呢個轉變唔係人人做到，尤其係後來2個人離婚，外界以為張柏芝會爭，會鬧，會將所有委屈講晒出嚟，但佢冇，佢只係講孩子最重要。一句說話聽落好普通，但真正做到先知道有幾難。因為離婚之後最大嘅傷害往往唔係2個大人，而係夾喺中間嘅孩子。如果一個父母不停灌輸仇恨，小朋友最後承受嘅係一輩子嘅矛盾。但張柏芝選擇咗另一條路，佢冇喺孩子面前講謝霆鋒壞話，就算外面所有人都替佢唔抵，佢都冇叫孩子恨爸爸，因為佢知道爸爸可以缺席，但孩子唔可以失去一個完整嘅心。而謝賢就係睇住呢一次，所以有人問佢：你點解咁幫前媳婦？謝賢冇講大道理，佢只係話我有眼睇4個字，但背後係10幾年觀察。佢睇到張柏芝點樣一個人帶孩子，亦睇到自己個仔
喺人生另一條路上越走越遠。謝霆鋒其實唔係冇愛過家庭，呢一點謝賢比任何人都清楚。年輕時嘅謝霆鋒係香港娛樂圈最叛逆嘅少年之一，佢一出生就注定冇普通人生。爸爸係謝賢，媽媽係狄波拉。從細到大，佢身邊永遠都有鏡頭，普通小朋友可以放學去玩，但佢唔得，佢嘅一舉一動都有人關注。所以年輕時嘅謝霆鋒其實一直渴望一樣嘢：自由。佢想擺脫所有標籤，唔想只係謝賢個仔，佢想證明自己，所以佢玩音樂、拍戲，做任何一件事都帶住一股唔服輸嘅氣。而王菲出現嗰陣，對佢嚟講就好似遇到一個同樣追求自由嘅靈魂，兩個人一齊，唔需要解釋，唔需要迎合任何人。嗰段感情確實曾經令謝霆鋒好快樂，但問題係戀愛同家庭係兩回事。愛一個人同成為一個丈夫、一個爸爸需要嘅能力唔一樣。謝霆鋒後來同張柏芝結婚，佢以為自己可以做好，但真正進入家庭之後，先發現責任唔係一句我愛你就夠。孩子半夜喊，要有人起身；孩子生病，要有人陪；學校活動，要有人出席。呢啲事情冇任何浪漫，但呢啲先係家庭真正嘅重量。而張柏芝就係喺呢啲日常入面慢慢成長。佢學識點樣做媽媽，學識點樣保護孩子，亦學識點樣一個人扛住所有壓力。反觀謝霆鋒，當時仲未完全明白，佢仍然沉浸喺自己嘅世界，工作、事業、感情，每一樣都重要，但偏偏最需要佢出現嘅地方，佢少咗。所以多年後，謝賢先會講出一句重話，唔係因為佢唔愛個仔，恰恰相反，正因為係親生仔，佢先更加失望。一個老人家到咗呢個年紀，睇嘅已經唔係輸贏，佢睇嘅係下一代會唔會行錯路。謝賢見過太多豪門故事，有錢唔代表家唔散，名氣唔代表親情仲喺度，真正可以守住一個家嘅，從來唔係資產，係責任。所以當佢望住張柏芝15年嘅付出，再望住自己個仔錯過嘅時間，佢心入面開始有咗一個答案。呢個答案直到多年後一場頒獎禮先真正爆發出嚟。頒獎禮嗰一晚，冇人估到真正成為焦點嘅唔係獎項本身，而係台上嗰個17歲少年謝震軒。當聚光燈打落佢身上，所有人都等緊佢講一段標準致辭，多謝導演，多謝團隊，多謝所有支持自己嘅人。但佢冇，佢企喺台上沉默咗幾秒，然後講出一句：我今日最想感謝嘅人係我媽媽。短短一句，令台下嘅張柏芝再控制唔住眼淚，因為呢句話唔係普通嘅感謝，對其他人嚟講可能只係頒獎禮上嘅禮貌，但對張柏芝嚟講，呢一句等咗15年。15年入面，佢聽過太多批評，有人話佢事業跌落谷底，有人話佢選錯人生，有人話佢將所有時間放喺孩子身上，犧牲自己唔值得。但冇人知道，一個母親最想聽到嘅，從來唔係外界讚美，而係自己嘅孩子有一天真心同佢講一句：我知道你辛苦。而謝震軒做到了，佢冇用華麗嘅語言，冇刻意煽情，但正正因為簡單，先更加有重量。因為呢個孩子係見證張柏芝15年人生嘅人，佢知道媽媽點樣起身準備早餐，知道媽媽點樣接送自己返學，知道每一次自己生病，第一個出現嘅人係邊個，亦知道爸爸唔係唔愛自己，但好多時候爸爸唔喺身邊，呢種感受只有孩子自己最清楚。所以謝震軒站上台嗰刻，唔只係攞一個獎，佢係替一個女人將當年冇人看見嘅付出擺到所有人面前。而貴賓席上嘅謝賢亦喺嗰一刻破防，佢摘低黑超，因為佢唔想再遮住嘅唔係眼淚，係一個老人家藏咗好多年嘅情緒。佢望住個孫，心入面可能諗緊呢個孩子終於長大啦。因為謝震軒身上有一樣謝賢最重視嘅東西，責任感。喺謝賢眼中，一個人有幾多錢，有幾高名氣，都唔代表真正成功。真正重要嘅係遇到應該承擔嘅時候，你敢唔敢企出嚟？而謝震軒年紀雖然細，但佢做到了。佢冇因為家庭背景而驕傲，冇因為自己係星二代而膨脹，反而更加低調。有人話佢只係靠父母光環，但真正睇過佢作品嘅人知道，有啲情緒唔係演技可以完全模仿。尤其係一個少年演繹一個缺愛、孤獨、渴望被理解嘅角色，
點解佢可以演得咁真？因為有啲感受，佢曾經親身經歷過。佢知道等待係咩感覺，知道失落係咩感覺，知道一個孩子想念父親，但又唔想令父親難堪，係一種咩滋味。所以佢演出嚟嘅唔係技巧，係生命經驗。亦正因為咁，謝賢先會講出一句震動全場嘅說話：謝家的未來要靠呢個孩子。呢句說話聽落好重，甚至有人覺得佢係否定自己個仔謝霆鋒。但其實更深層嘅意思係佢睇到下一代嘅可能。謝震軒身上有張柏芝教出嚟嘅堅韌，亦有謝家血脈入面嘅倔強，呢兩樣嘢融合埋一齊，先令佢變成今日嘅樣。但頒獎禮之後，外界開始重新討論謝霆鋒，有人批評佢，有人話佢錯過太多，有人話一個父親缺席孩子成長，就算後來補救，都補唔返曾經失去嘅時間。但事情真係咁簡單嗎？其實謝霆鋒身上亦有另一面，一面係外界睇唔到嘅，因為有啲父愛唔係天天出現，而係默默準備好一條退路。佢可能錯過咗好多陪伴，但佢亦曾經用自己方式想守護孩子。只係有啲愛太遲，遲到孩子最需要嗰陣，你未出現。直到有一日，當你終於明白，孩子已經唔再係當年嗰個小朋友，而呢個先係謝霆鋒人生最大嘅遺憾。頒獎禮過後，謝家三代人嘅故事並冇停留喺嗰一晚，因為真正嘅人生從來唔係一場頒獎禮就可以改變。但嗰晚之後，有啲嘢開始慢慢變咗，尤其係謝霆鋒。曾經嘅佢係所有人眼中嘅叛逆少年，戴住黑超，抱住吉他，唔怕全世界點睇自己。佢追求自由，追求夢想，追求自己想要嘅人生。但人去到某個年紀先會明白，自由背後其實亦代表責任。年輕嗰陣，佢以為愛一個人就係陪住對方享受快樂，但後來先知道，成為一個父親唔係只係喺孩子需要錢嘅時候出現，而係喺孩子需要你嗰一刻，你人要喺度。呢個道理，謝霆鋒花咗好多年先明白。以前佢可能覺得自己已經為孩子安排好一切教育、生活、未來，但孩子真正想要嘅其實唔係一份完美安排，而係一次又一次嘅陪伴。係生日嗰日，你坐喺身邊；係學校活動，你企喺台下；係佢第一次遇到困難時，第一時間諗到揾你。呢啲時間一去就返唔到嚟。所以後來嘅謝霆鋒開始改變，佢減少工作安排，開始學習做一個普通爸爸，送孩子返學，陪孩子食飯，參與孩子生活入面以前錯過嘅部分。有人話太遲，15年已經過去，但其實人生最難得嘅唔係從來冇犯錯，而係犯錯之後仲有冇勇氣承認。謝霆鋒未必可以補返孩子所有童年，但至少佢開始學識珍惜剩低嘅時間。而另一邊，張柏芝亦開始走出自己嘅人生。以前嘅佢，好多人只記得佢係謝霆鋒前妻，3個孩子嘅媽媽，但其實佢一直都係張柏芝，一個曾經站喺香港娛樂圈頂端嘅女人。只係呢10幾年，佢將人生最重要嘅位置留俾咗孩子。如今孩子慢慢長大，佢亦開始重新尋找自己，唔再靠任何人定義自己，唔需要靠一段感情證明價值，因為佢已經證明咗一件事：一個女人真正嘅強大，唔係永遠冇眼淚，而係流完眼淚之後，仲可以繼續行落去。至於王菲，呢段20多年嘅感情裏面，外界有太多討論，有人支持，有人批評，但其實王菲一直都係一個知道自己要咩嘅人。佢愛嘅時候勇敢去愛，離開嘅時候亦懂得放手。有啲人適合陪你走一段路，但唔代表一定可以陪你走完整人生。謝霆鋒同王菲之間有過美好，亦有過遺憾，但最後每個人都要為自己嘅選擇負責。回頭望呢段謝家故事，其實冇一個人完全係錯。謝霆鋒年輕時追求自由，張柏芝選擇承擔家庭，謝賢守住自己心中嘅家族價值，王菲亦選擇忠於自己。每個人都只係用自己方式生活，只係有啲代價要多年之後先知道。而謝震軒就係呢段故事入面最大嘅答案。一個孩子可以證明一個家庭曾經有幾多傷痕，亦可以證明愛同教育有幾大力量。佢冇因為家庭變故而怨恨世界，反而成長成一個有責任感、有想法嘅少年。因為佢身邊有一個媽媽，用10幾年時間教佢做人要善良，做人要堅強，做人要懂得感恩。所以頒獎禮嗰晚，當佢講出我最想感謝嘅人係我媽媽，
嗰一刻，唔止係一個孩子感謝母親，更加係一個家庭用另一種方式完成和解。謝賢望住台上嘅孫，流下眼淚，因為佢知道謝家真正珍貴嘅，從來唔係名氣，唔係財富，唔係外界眼光，而係下一代仲記得邊個陪佢長大，邊個守住佢，邊個喺最難嘅時候冇離開。人生最大嘅遺憾，唔係曾經走錯路，而係直到最後都唔肯回頭。好在謝霆鋒仲有機會，好在張柏芝已經重新站穩，好在謝震天證明咗愛從來唔會白費。一個父親缺席過，一個母親辛苦過，一個孩子成長過，最後留下嘅唔係書人，而係一家人終於明白彼此。有人問，一個曾經缺席嘅父親仲有冇資格重新開始？答案可能係時間唔會倒流，錯過嘅童年永遠返唔嚟，但只要仲願意改變，未來仍然可以重新寫。因為真正嘅成長唔係從來冇犯錯，而係知道錯之後終於學識點樣愛。謝家的故事講到最後，其實唔係講誰勝誰負，而係講一個道理：人生有好多遺憾，但愛永遠有重新開始嘅可能。而嗰個曾經喺風雨入面守住3個孩子嘅女人，亦終於等到有人企出嚟，同全世界講一句：媽媽，你辛苦啦。故事到呢度先真正完。